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3日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款的大风小事？新闻一开始带恁来关注。美国开盘无偌久，网络顶头就流传一张五角大楼爆炸的 AI 合成相片，害美国开盘随落落去。阿里山新林铁路开6500班打造商务列车复兴号，行试车时阵发生败马意外，加载是无人受伤。台中有妇人栏甲2个查某囝涉嫌甲印尼看护凌迟虐待，限制行动，也佫甲扣薪水，落尾这3个人互移送法办。昨美国开盘无偌久，网络顶头就流传一张美国国防部附近发生爆炸佮庆校宴的相片，也因为伫推特顶头有真侪那些狗仔，一个名人笑号呢，拢伫咧传这张相片，真侪人拢抓准讲这是真正发生意外，害美国开盘随落落去。事实上，这五角大楼根本就无爆炸，这张相片也真有可能是 AI 合成的。有专家指出讲，这 AI 做出来图袂出是真正的，确实会引起社会动乱。画面一个建筑边仔出现乌烟烧起来，伫推特上有不少小号陆续分享这张相片，讲是美国五角大楼附近发生爆炸，消息一出引起国际关注。当地消防局普遍回应，五角大楼附近无爆炸是意外。那美国国防部也出面澄清，也毋过这张疑似由 AI 生成的假相片，刷予美国股票拔落波后来才个回升。会影响到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判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比过去更重视查证。图像有没有什么破绽？不是一个权威的来源，只是社群上流传的资讯，应该要先存疑。伫这个事件进前，网络上也会当看到一寡影像，像美国前总统川普互逮捕，甲警方对立立角，也佫有俄罗斯总统普京伫家顶画面，拢是 AI 生成的假相片。那最近几年，事件的生成式 AI 会当真简单制作出像真的影像，这寡其实真歹分辨的内容，所衍生的假信息传播，可能会带来经济社会国安等各方面的温忧。有心利用这样子的事件来攻击台湾的话，那么合理的判断是，它会搭配其他的威胁手段，对台进行外交打压、军事恫吓跟经济胁迫，同时搭配假错讯息的攻势，互相搭配的混合威胁，是台湾日后可能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专家认为，当民主社会若惯视假信息的侵扰，民众会当有一定的警戒心，安尼类似事件的影响程度会降低。所以，台湾社会要强化民众对资讯甲媒体的识图能力，佮发展一定的反击能力，才会当阻止对方采取同款的攻势，降低类似的情况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反制中共的核武威胁，外交部长吴钊燮证实讲，这代表有沟通到核保护线基地。立委认为对抵抗区核威胁是有帮助，也会当凸显台美战略。目前美国提供核保护线的对象有日本、南韩、澳洲、纽西兰、北约等国家。学者就咧分析讲，这核保护线的范围掠过较宽，会当达到吓惊的效果，也会当避免这核武势力搁再扩开。中共确定核武，吴钊燮证实已经卡到台美核保护线基地，也就是台湾遭受核武攻击，美方会当动用核武反制。立委认为台湾战略清楚越来越明确，不过嘛要依据全面的共识。当美国思考把台湾纳入核保护伞，事实上也就间接的承认把台湾纳入在传统武力嚇阻的范围内。当共军武力犯台时，美国会动用传统武力来阻止这样的行为，包含总统跟这个外交部、国防部以及相关的国安单位以及团队，应该要就台湾人民总体的利益为最高的前提来做一个妥适的规划。美国评估，中共2035年有1500粒核子弹，造成严重威胁。核保护线的概念就是冲突发生前，透过典型核武力量，必须对手唔敢动用核武。目前提供核保护线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国，以美国带头保护的对象都是日韩、澳洲、纽西兰甲北约。它除了所谓的陆基，还有所谓的这种潜舰，
还有所谓的这种空射，基本上就陆海空这3种。那当然潜舰的话，最有名的就是它所谓的核潜舰上面的这个核主的这个力量。美韩是为发表华盛顿宣言，要做北韩发动攻击，美韩会协同作战，无排除使用核武。美国核作战舰也派驻南韩，是美国甲南韩核保护线写清楚。另外，美国核动力舰舰尼米兹号甲日本伫G7峰会联合演训，也伫迄件中国，学者表示，这拢是典型核保护线的手段之一。将来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假如美国是要来介入所谓的台海军事冲突，核武绝对是中国啊可以最后手上最后的一张王牌。台美无正式的外交军事同盟，苏志东认为，这个时阵谈核保护线可能也伤早。不过，学者苏志芬分析，核保护线是加强配件，台湾已经具备传统兵力武器的阻挡能力，未来纳入美方的合作架构，有助提升安全保障。记者综合报道。阿里山森林铁路开6500班，利用2年多时间打造全新的商务列车复兴号。在起伫咧进行最后一届试车的时阵，却发生败北意外，加载是无人受伤。前一天，这行政院长陈建仁才来试坐过尔。不过，这林铁处强调，败北甲行车安全无牵连，事故原因会搁调查。火车渡过阿里山青年活动中心的滨高道，海几步了停落来，原来伫第2节才败尾啊！压到主轨跟副轨之间一颗石头，导致第2节车厢出轨。火车敢若是缀着雨轨含主轨中，用来制作轨道的喙石败尾，嘛互车的连接器歹去，好在无人受伤。阿里山林铁和文资处讲，即马火车搁在试运转，无影响到正班车的运转，车嘛无慢分。会伫24斟酌来检修，嘛会加强轨道的巡检，了解这石头是安怎会出现伫轨道顶端。车子本身目前的设计都是朝模组化。所以基本上它是安全无虞的。那本次的出轨也跟福生号车厢本身的这个行车安全性并无直接的关系。正拄好，行政院长陈建仁前一天才和地方首长和民代试坐复兴号，佮讲中央会佮投入60亿来建设大阿里山地区。结果过当天复兴号试车就败尾，全新的hinno去列车复兴号，讲是上水的hinno去车厢，是经过2吨外开6500万来打造的。第3月试车的时阵，就常常有小铁道的人去翕相，但是嘛捌互质疑讲品质歹，材料落去车顶无平。林铁处讲。验收进程拢会要求厂商改善。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风台嘛，我相信伫明仔载透早进前会变作是强烈风台，未来会向西北西这个方向来走，按算2倍会向北边来挖，到时阵挖的角度也决定影响台湾的程度。车通过地面积水的所在，水喷甲真悬。梅河方面刷入来，带来强降雨。高雄六股下晡3点外1点钟，雨量就突破40毫米。拜日梅河方面快速由北往南通过，尾仔嘛高雄屏东甲恒春半岛雨量不遮明显。拜三伫西半部地区、东部也甲东南部，拢也有落地降准雨。明天白天的雨量预测图可以看到，各地仍然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主要是因为水汽都还是比较多一点点，然后各地的雨量也会比较偏多。这部方面各地水库拢有入水，中部的明德水库上新的欠水量来到92.7%，再去搁进行调节性下洪。北台湾的石门水库欠水量来到35%，比前一天有较悬。台南的北河水库有11.1%，暗过供应嘉义台南的曾文水库欠水量较无10%，光店水库欠水量嘛干7.2%。另是风台马华目前发展到上强的中度风台，上近半暝到透早就会发展做强烈风台。拜三开始，北方的太平洋高压增强，马华会渐渐受到导引气流的影响，高压的强度会决定未来的路线。目前变数也真大，也有可能马华伫东北的过程影响台湾。转弯的幅度多少，现在还不知道，所以预期它还是有可能会转弯。那有可能是台湾会是一种类似擦边的碰触道，然后北上。当然，现在还是不能排除它有直接碰到台湾的机会。气象专家分析，目前综合各国的模式，风台东北往日本的方向机会较悬，不过路线变化也真济。拜六了后会较明确。气象局表示，风台这礼拜向西北西移动，挖近菲律宾东边海域的时阵，有东北的趋势。拜六台湾沿海都要开始注意有长影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受到风的影响，这桃园机场昨暗风较大，有5个航班飞去高雄小港机场，暂时歇落来，搁再飞离开。只有星宇航空伫高雄过暝。虽然星宇表示讲是受到宵禁影响，不过有消息传出来讲，事实上是关系到飞行安全的无人机载动平衡表制作出问题。针对这部分，民航局也讲，等来了解细节。机舱内心骨海，民众惊甲叽叽叫，这是星宇航空 JX746 为曼谷到桃机的航班，离离因为雨面过境，带着大量的旅客，一阵激烈的涌海了后，才顺利降落。这场大雨加上侧风真强，造成原本要降落桃园加上山机场的5个航班，拢转降高雄机场。也不过，就伫其他航班陆续飞离高雄。这阵星宇航空 JX718 班机到半暝游玩滞留伫高雄机场，除了一部分要求迄暗先北返，其他带伫汉来饭店。本来要起飞的，他可能不方便，所以我们就来住饭店。星宇较早表示，班机会继续留伫高雄，是受到宵禁影响，也毋过即马煞有消息传出，其实是关系飞行安全的飞行机载动平衡表制作出问题。交通部民航局证实这件代志，也毋过面对媒体询问无正面回应，只表示等咧了解细节。架大型的民航机，它的这个载重的范围非常大，好比说它空机跟满载啊，可能可以差，尤其大型可以差到100吨以上。那一架飞机，它在空中能够飞行，要符合飞行的基本原理啊，就牵涉到飞机的重心，还有这个飞航中主要升力的中心的互相平衡。所以从地面开始，装载的顺序啊、总重跟分配，还有这个所谓的重心的分布都会影响我起飞的性能。星宇低调发声明回应，强调受顶摆日本先提机场滞留经验，即摆行较保守的方向，伊会当妥善安置旅客优先，保证飞行机有问题。这个航班拢以标准作业定时进行，会向民航局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新闻，有影是真超过。伫台中有一个姓侯的妇人人和2个查某囝，涉嫌甲印尼看护液态灵芝，要求伊逐工就要做21点钟外，佮甲伊故意扣薪水，甚至限制伊的行动通信自由，一直到中人发现有问题，才通报移民署，就要去互救出来。台中地检署最近侦查终结，对这3个人依照违反人口贩运防治法，也有刑法等罪嫌，甲因提起公诉。搜索票要在这边搜索，要请你要配合。移民署侦缉队员提搜索票上门，因协报台中一名姓侯的妇人人，去年5月聘请印尼籍看护来照顾中风的后生，也毋过妇人人甲2个查某囝，定以工作不力为由，涉嫌对移工口头拘禁，一直到移工中介上门关系发现，代志才被控。人已经打成这样了，你看，我要带去验伤啊！这个，你们太过分了。太可恶了！移民署调查，印尼籍看护去年5月到职，工作9个月期间，逐工工时21点钟半，姓侯头家顶3个人，毋那是找工找棚靠伊的工资，也时常甲伊掀喙皮、揪头脏弄壁、加破垃圾，甚至对伊的喙内强灌水。另外，也强行没收看护的手机护照，限制行动通信自由。台中地检署3月底指挥搜索，5月2日侦查终结，认定姓侯头家顶3个人涉犯人口贩运防治法、刑法伤害罪、剥夺他人行动自由罪、恐吓归安罪等，提起公诉。侯姓被告等3人涉犯人口贩运防治法之意图盈利、以强暴、胁迫、恐吓、拘禁、监控等方法，使人从事劳动与报酬显不相当之工作罪、刑法之伤害罪、剥夺他人行动自由罪、恐吓为安罪等罪嫌明确，提起公诉。台湾人权促进会表示，这名印尼籍看护的处境绝对不是个案。台湾类似案件进入法院审理，定罪比率计建议将家庭看护工纳入劳基法，还是订定家属服务法保障。家庭看护工、家事劳工纳入劳基法，完整的保障，还是有一个家事服务法、一个专法来保障，基本上都是目前可以去走的方向。
台湾会强调，无论为软工业还是消毒一切形式整作其实国际工业来看，台湾原在无符合国际侵权标准，安怎制度化保障外籍移工的劳动环境，也是政府不当回避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屏东雾台飞龙水厂20暗头仔的时阵发生意外，到单还有3个去了解，尤其是找无到。今仔日该伫咧水尾设闸点，佮配合空拍机来找人，有关是找无。而且当地下晡2点外时阵有落雨，为着这所有人员的安全，只好暂停，明仔载等好天才继续找。蔡头中假期梦中拦截点现场位于飞龙水厂水尾，前一天1点找不到人，2、3设置拦截点，毋望会当早1点发现失踪者，煞也是找无。暗记的一个搜寻，然后到空拍，目前均无所获，未发现失联者。气象局提醒2、3即天，高雄屏东地区有局部大雨几率，要注意雷击甲强阵风，要针对屏东部第3区发布大雨特报。烦恼落雨造成崩山还是河水涨起来，前2天继续伫水厂头中尾深潭搜寻的任务先暂停，改用空气机搜寻水穴，搭配人员伫环节用行的监视。到下昼2点40分，山区落大雨，也予搜救任务中断。14点40分的时候，我们山区这边下起大雷雨那暂时停止所有的一个搜救行动山南到打第3天天气变化增加救援难度，原本结实伫原所在的前进指挥所已经刷往山脚的国川大桥游憩区，立时会看天气状况调整搜救行动。记者综合报道。警方对昨开始直接发生事故的路口掠个较严，执行头一天伫新北市无让过路人，也有人行道违规停车、道路障碍等违规，就掠超过4800件，来台北市也超过700件。另外，伫新北市呢，有警察驶着巡逻车无免让过路人，随防分局回应讲会照规定甲因处罚。救护车沿路一直乌烟是弄红灯过去，市顶迄边一台奥多摆骑车紧过来，砰一声随弄倒。车祸是发生伫台北市的大东区，民间的救护车载一个患者，23早起6点外弄到奥多摆，跳奥多摆肇事的骨折送病院。消防车、救护车、警备车执行紧急任务时，得不受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之限制。提醒用路人驾驶汽机车行经有号志之路口，即便是绿灯，仍应提高警觉。过车路的状况真济，爱随时提高警觉，遵守交通规则。但是嘛有警察是带头来违规。新北市瑞丰一个派出所的警察，23早起10点外，驶巡逻车执行勤务，但是过车路拢无得让的，加斑马线的过路人搁回头看伊。违反道路交通处罚条例，自担举发，并予以行政惩处。我方叫做行人地狱，警方是伫咧路口大执法，敢若5月3礼拜的处地，汤和湘北拢超过1万件，是前3名。但是伫咧严格执法了后，交通的乱象敢有改善？的确，机车有比较放慢速度，遇到行人比较会慢下速度，没有特别感觉。一波处地还未了，警政署阁下令，2日开始伫咧开发生车祸的路口做第2波更较详细的执法。上路第1天，伫咧路口无停落来让过路人的，桃园和新北拢超过200件，台北嘛有150多件。但是，处地上济都是人行道的违停，想要甲歹名声洗互掉，一个地方政府马上奥多摆退出顶下卡和人行道。机车停车的空间跟行人行走的动线能够完全的分离了，人行道骑楼的部分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整顿，这个是行人地域的改善的一环。像这种具体计划，台北、台中、高雄6都内面有3都小连续拢实施，这摆真侪机关局处做伙做，规关的措施就看敢有效，替国内交通的乱象找解方。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为了要防止中国伫南太平洋的军事影响力搁再变大，美国和太平洋的岛国巴布亚纽几内亚8日签署新的安全协定，会允准美军来进入因的机场和港口。不过，这个协定却引起中国不满，第二强调莫用合作做理由，说是个政治舞弄。美国伫太平洋岛国战略部署阁向前一步，国务卿布林肯甲巴布亚纽几内亚国部长达基2日签署新安全协定，允准美军进入巴纽机场甲港口，两国的军队也阁会当上对方的船，做伙巡逻海峡。美国当时承诺提供巴纽4500万美金的资金，用来打击组织犯罪等用途。The agreement will also make it easy for PNG and U.S. forces to train together
in new ways and in more places as part of our joint effort to uphold peace and security across the Indo-Pacific. Both sides have agreed that the agreement that we're signing today is doesn't offend Papua New Guinea law, doesn't offend USA law, is mutually beneficial. 巴纽是伫澳洲北部，伫印太地区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法新社报道，北京加强甲巴纽的关系，是为了防范中国伫南太平洋扩大军事影响力，采取包抄关岛的战略，互协防台湾变得更加复杂。中国去年甲巴布亚纽几内亚附近的国家所罗门群岛签署秘密安全协议，稳中北京伫当地部署军队。针对美国甲巴纽的新协议，中国是个声明无反对，暗过卖变地缘政治。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以合作之名搞地缘政治博弈。同时，我们也认为任何合作都不应当针对第三方。华府是讲协议内容以后会公布，绝对公开透明。巴纽是表示新协议未影响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关系。啊，不过巴纽国内的舆论并无完全支持政府的讲法，部分大学生就批评协议和美军伫一寡关键的入境点有伤过济自主权。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伫咧南美洲的国家盖亚那，因中部小镇马迪亚，伫当地时间2时半暝发生中学生的查某宿舍放放火社会事件，上无有19个学生不幸过亡。半暝的大火看起来是真惊人，火灾发生伫南美洲北部的小国盖亚那的中部小镇马迪亚，是一个因为乌头团的产业无地做，人口愈来愈少的小镇。发生大火的宿舍是当地一间中学的宿舍，因为大火发生伫半暝，真侪学生拢被护逃走，有14个人是当场就无命，另外5个人送病院了不治。Currently, there are 17 patients at the hospital, 11 of which are stable. 盖亚那的总统阿里知影了后，遂赶去当地，下令军警消的人员全力善后，甲需要进一步救治的人送去首都乔治敦的大病院。Today is a very sad day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It is a horrific day, a day we wish would never have occurred. 当地政府讲，因为天气的状况歹，互消防人员控制火势的工作真困难。警方初步调查嘛显示讲，宿舍有可能互人故意放火，但是案件阁需要进一步厘清。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土耳其总统大选第2要进行第2轮的投票，不过极右派反移民政党头一轮得票率排第3的候选人欧根，支持着呼吁支持者爱把这票投给现任总统埃尔多安。Seçimlerin ikinci turunda Cumhur İttifakı adayı Sayın Recep Tayyip Erdoğan'ı destekleyeceğimizi beyan ediyorum. Bize ilk turda 伫土耳其总统大选第1轮投票得到5.2%选票支持的 ATA 联名的候选人欧根，第2伫安卡拉召开记者会，呼吁支持者伫2月第2轮投票，将票投给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执政20年的埃尔多安甲竞争对手基里达奥鲁第1轮得票率差距只有4.6%，政治立场偏向极右派反移民的欧根会倒向倒一边，互某一寡人士解读是影响胜负的关键势力。也毋过也有政治分析师有无同的看法，指出欧根的政党成立只有几个月，支持者对2大阵营多数拢无满意。另外一方面 ，ATA 联名的其他小型政党，像正义党、胜利党选后，也拢各自支持别人。政治色彩中间偏左，行小派路线，共和人民党的基里达奥鲁第1轮投票了后，开始转向民族主义路线，一直批评埃尔多安的难民政策。佮强调，若当选会遣返难民，拜登甲库迪工人党进行任何和平谈判。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就算社会遐尼进步，也其实有人讲话无认为讲这是歧视别人。伫西班牙的甲级卡球联赛，皇家马德里队的巴西籍的前锋小维尼修斯，顶礼拜伫咧比赛时阵，互对手的卡球，对手的这个球迷嘛意识高，牵涉到种族歧视。也因为小维尼修斯已经互马古鲁解，球队自治向西班牙检方提出刑事告诉，讲这个事件是受贿犯罪。巴西总统卢拉也甲伊公开声援。
22岁皇马队前锋小维尼修斯伫瓦伦西亚队主场比赛时，和对手支持者明是高山啊。比赛要按呢中段，小维尼修斯最后犯规，互赶出场，皇马队也以1-0互拍败。皇马球团日发声明，强烈谴责这件事件造成受分犯罪，佮提出刑事告诉。社群媒体打出的画面显示，比赛进前皇马队来到球场的时，数百名瓦伦西亚球迷现场大写手，维尼修斯是一只高山啊。瓦伦西亚检方已经展开调查，小维尼修斯为5年前到西班牙踢球，就长期受到这类言论甲行为侮辱攻击。这摆比赛了后，伊打出强硬声明，讲世界联赛属于种族主义者。西班牙足协主席承认有这款的问题，那大多数民众也拢支持小维尼修斯，连巴西总统卢拉也出来相挺。Vergüenza lo que hicieron los hinchas del Valencia y me parece que la Liga debería de tomar algún tipo de decisión sobre algo para hacer que Vinicius se quede porque es un jugadorzazo y esto del racismo no puede ser. Que tenemos un problema en nuestro país de comportamiento, de educação, de racismo. A FIFA, que a Liga Espanhola, que a Liga de outros países tome sérias providências, porque nós não podemos permitir que o fascismo tome conta e o racismo dentro do estádio de futebol. 因为离个事件，瓦伦西亚至少有1名球迷被终身禁止进场看比赛。过去的2个赛季来，世界都针对小维尼修斯的种族歧视行为提出9件类似的正式投诉，也毋过大多数拢无消息。这摆事件引起触怒，结果深受注意。公司新闻协会中。讲到2024年总统大选，目前出现有3位参选人。呈现着这三卡赌的局面。根据着联合报上届新的民调，赖清德支持率目前是赢大胜。另外有风声讲侯友宜9月要去美国访问，朱立伦真可能会做回去。也来讲到郭文德今日是去到家己，面对少年人支持率较悬者，这郭文德表示讲，伊的目标就是要成做世代和解的代言人。徐小新po你跟郭在清的同桌照，说你欺骗社会，现在难道吃饭错了吗？民进党立委当后票合伫 INB 诈骗风波，加入台南800抢救案的前中执委郭在清，也互那爷提出甲赖清德共道的相片。赖清德23出席活动无回应，将重心聚焦应对气候变迁，发出2050净零转型要提早10年。先进绿能、储能以及碳捕捉、运用，还有储存等12项关键战略，希望在2030年之前，政府提供9000亿的投资。2024大选拿600就位，联合报上新民调，侯友宜得到提名并无90%支持率，颠倒落盘。目前赖清德支持率上悬，侯友宜郭文德伫后壁。另外，那爷侯友宜郭台铭恐惊发生分裂局面。侯友宜强调，2个人拢是好朋友，尤其甲郭文德有共同的理想。柯跟郭其实都是我的朋友，尤其柯市长在台北市这段时间，双北合作是非常的紧密，不分族群，不分任何政党，我们大家一起同心齐力。守护我们的国家。传出国民党准备9月，和侯友宜顺惯例去美国访问政界交界，党主席朱立伦会同行陪考。另外，民调显示郭文德少年的支持率高，那也烦恼吸走少年选票。郭文德表示，目标叫做世代和解代言人。我们应该开始要思考说，整个让台湾的各个世代可以合作。所以我希望我是一个世代和解的一个桥梁。另外，南北合的可能性，郭文德指出，国民党政策主张讲袂清楚，要安怎讲合作？也回应国民党未来若操作起步，都是拿了对决的标准操作。记者综合报道。伫台湾专门做数据资安的酷别资讯因卸任的负责人，涉嫌替中国福建的公司伫台湾找工程师僫台湾人才，检调昨甲带回去问话了后，限伊20万交保。另外也传伊的太太等人来调查，专案的向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侦办。不过，防指控讲替中国企业僫台湾人才的酷别资讯，暂时是无做回应。
福建新瑞格软件有限公司以高可用、高可靠的国产数据库产品与专业服务为自身使命。拍宣传影片，福建新世界公司将数据库研发拍至中国前500强企业。虽然合法伫台湾设立子公司，今麦互发现涉嫌甲台湾的企业交结，无经过咱国经济部许可，违法收研发人才。知道你这样行为是违法的。洪搜索约谈，伊是酷标资讯涉任负责人，信后以20万交保，检调莉莉也以证人身份传唤涉任负责人的家后等7个人。协助中资企业在台从事业务活动，涉嫌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案件，讯问被告1人，证人7人。能力银行网页酷标资讯找人才，专研数据治安领域，对外强调治安就是国安，也个讲是政府全力支持的产业。也毋过检调发现，因涉嫌以合法暗号违法，用高薪高福利成功收工程师了后，佮引荐到中国的企业伫台湾的子公司台湾飞架科技任职，研发云端数据库，专案同意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侦办。现在不回应了。酷标资讯位伫台北市，打电话予这间公司，目前无做回应，只是面对中国大陆抢人才，甚至连台湾的企业都互指控沦为帮凶。要安怎做才会当保住人才？除了用刑罚之外，政府无定着，阁爱去思考安怎加强防范，以防止伫人才争夺战来失败。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表示，顶礼拜有2万人感染到武汉肺炎，预估6月中过后疫情会来到高峰。另外，讲到流感新增加2例重症死亡案例，也因为安尼生这公费的流感抗病毒药物会搁再延长时间。来讲到这高主例是增加20例，目前国内高主病例已经有上100例了。第4波新冠疫情继续升温，疾管署公布，顶礼拜平均每日新增加204例本土中重症，比顶礼拜加3成2，死亡平均每日增加18例，比顶礼拜15例较悬。估计目前一天大约2万人确诊，6月下旬会到上悬。我们预估呢，大概新冠阳性的个案呢，一天大概是2万例左右。那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呼吁，在没有施打过新冠疫苗的民众呢，能够尽快施打。另外，高主也有传染风险，顶礼拜增加20例高主病例，创下单周新高，其中17例本土，3例境外移入，累计国内高主确诊病例有111例。上周是17例，也算是非常的高，尤其是新北有7例，桃园有3例，那台北有2例。另外，顶礼拜门急诊类流感看诊破7万人，增加2例流感重症死亡，拢是慢性病的做伙人。估计疫情还会拖到6月，所以疾管署宣布，搁再延长公费流感抗病毒药物到6月底。也若出现零部分，5月30日起，医疗医术机构、护理之家、老人机构等4类场所。依次强制带吹烟，其他照护机构甲救护车改做建议带吹烟。记者综合报道。伫2礼拜前有偏误的唱水教练，把这海龟去互希望啊低调，落被死亡的影片公开了后，动保团体就认为讲，这应该就是迄种骨肉炎的希望啊、放灵啊，而且因也批评讲，这渔业署拢无伫咧管，应该爱全面禁用。渔业署表示讲，禁用会牵涉到渔民掠鱼趁钱，这部分可能爱慢慢来沟通。唱水教练闯入海底，看到真侪无路用的鱼网啊！鱼网顶悬有一只海龟，看起来已经死亡，互鱼网啊颠条到死都无法度离开。动物社会研究会研判，这应该是自然的刺网，真油的网啊线所做的网啊，会当伫海中舔开，形成稳形的网啊墙，甲海中的生物规个拢网掉的。就算无伫用定伫海底，照常原来会变做海洋生物的杀手。一层一层的堆叠上去，那所以基本上所有的生物是完全逃无可逃。多层刺网，我先进，我应该优先退场。第二个，我在礁岩区，我一定要优先退场，因为礁岩区是它网子一放下去，常常一个海流过来，它就被礁岩卡住。当下指出，网啊愈幼密，对生态伤害愈大，呼吁除了禁用自然刺网，也无用家己生活伫受生态热点，也是就大区使用刺网。渔业署表示，106年开始，上济补助20万，鼓励使用刺网的渔船退场，将近13000只减少到8500多只，减少幅度33%。若做要进一步限禁用，需要搁较侪社会沟通。
我们过去采循序渐进的方式啦，那未来部分要沟通的对象会蛮多的，那我们会逐一的来做一些沟通，那取得一些平衡。政府伊都会紧，你一年没有配合的话，抓到也是会罚。房产给减减奈呗，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呀。现在移民很不好执行。当社认为目前企业署对于刺网欠缺管理，另外偏要禁用ze烟刺网，其他所在有条件禁用。新北伫梨花山海里禁用所有刺网，基隆是梨花500公尺禁用。22县市有20种无共管理模式，企业署回应刺网管理爱看所在，若做要有更侪区域性的管理方式，也需要搁再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儿童福利联盟今仔日公布一份家长对幼稚园满意度调查，家长批评一寡准公共化幼稚园食食无好，定定违规，而且老师也接换。虽然家长上界满意的就是公立的幼稚园，不过全教总甲这公立幼稚园的学费加咧，竟然凭这非盈利也个准公共化幼稚园学费搁较贵。他可能早上说，我早餐吃豆浆配馒头，下午点心吃什么？还是吃豆浆配馒头。影片当中的父母讲出囡仔伫准公共幼儿园的无好经验，儿童福利联盟公布一份家长对幼儿园的满意度调查，结果发现家长对公立幼儿园上满意，对准公共化幼儿园上无满意。你若伫学校食的餐点无好食，而且食袂饱，这款是上济。其他的部分包括讲，咱刚刚学校的这个老师一定换老师，一定换。虽望立法联盟的调查结果显示，家长对公立幼儿园上满意，不过所有立委甲全教总开记者会批评，公立幼儿园课后留园、休寒休热，拢爱另外纳钱，所有费用加咧，颠倒比非盈利幼儿园甲准公共幼儿园搁较贵。准公幼的补助，它就是1年补助12个月，所以你这样对照起来就发现有寒暑公幼的部分，其实寒暑假是被漏掉的，所以会导致准公幼的补助高过于所谓的公幼，因此准公幼它只要1年只要缴到3万6。而公幼几乎是它的2倍。立委嘛批评公立幼儿园颠倒贵，违背政府推动公共化幼儿园教育的本意。立法联盟是认为，政府要推动公共托育，应该直接提悬公立幼儿园的比例，和学费合理，唔是补助准公共幼儿园就准煞，而且有补助就爱加强稽查，唔通互囡仔食歹，搁食袂饱。记者台湾张准佑、李旭凯台北采访报道。台大伫明仔载要进行性平委员会选举，学生候选人的证件搁再出现争议啊！也因为台大经济系学生会正副会长候选人的证件牵涉到性别甲种族歧视，台大校方也透过声明来回释咧，强调任何违反人权价值和相关法律的歧视，不论是恶意或者是公声笑，拢是袂当互接受的。票投1号指引，酷玩一起前行。宣传家己的证件，台大24日要举行性平会学生委员的选举，候选人尽力宣传家己的证件，希望会当顺利进入性平会，为性平议题讲话。需要去做一些手段，然后来回应这些对性别，不管是性少数或是女性不友善的一些行为或是言论。不过，这间候选人出现一个法律系候选人，伫选举公布的证件，以家己甲阿嬷发生过的关系，互人送过性平会顶，当作经历，搁再引起讨论。记者甲访问，伊讲伊是用较碰风的方式宣传家己。投票的人应该要对我的过去有所了解。我过去曾经开过一些不适当的玩笑，然后被送去性平会。虽然最后并没有成立性骚扰，但这也是我觉得性别平等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因为台大最近少年所发生经济系学会正副会长候选人的证件，以言论自由为所挂布条啊，牵涉到性别甲族群歧视等争议。对这代志，台大学生坦白讲，这种震撼的证件，这几年已经不是头一届。可能这种在证件上面做一些效果，或是想要开点玩笑的风气，就有慢慢的传播开来。我很难去揣测他到底在想什么啊！我觉得最容易解释的方式就是他不是认真的啊。长期关心教育议题的立委认为，去年的学生性平委员候选都出现伫红草埔设立合法性行为区这个主张，看得出来流行有争议字眼的证件应该爱做规范。
大学同学们在发表言论的时候，也都没有顾及这样的言论是不是失当。希望校方还是能够来负起教育者应当承担的责任。对各界意见大大回应，感觉真遗憾，嘛有这个责任，认为违反人权甲法律的轻视，无论是恶意还是滚生笑，拢互人无法度接受。要研究成立相关委员会，保障师生免受到轻视的权益，也强调言论自由无应该包含羞愤甲轻视的言论，自由甲平等嘛是同款爱互人重视。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在2018年亚运的射击摕到2金1银1铜，目前确定这参赛国手拢是有参赛经验的。顶一届亚运在混合10公尺步枪摕到金牌卢小泉、林英欣，下晡才确定要搁再拼，因是认为讲经过一寡较大场的比赛，心态会较定着，也会尽全力去拼奖牌。近期真专心去对准备中，林英欣备战世大运和亚运，虽然3月才拄结婚，进前拢伫公司备场一直训练。空气步枪的枪架对机械换做电子的，适应了阁袂歹。因为我个人比较敏感，那重量其实差个几公克，我就会感觉出来很明显的差异。出国的时候比较不用担心，因为它是电子的，那它不太会因为就是震动啊什么的去改变它那个克数。采访这天的下晡，教练团才宣布讲，伊和本来的 partner 李小泉继续合体，拍拼伫个男10公尺步枪金牌来连霸。因为顶届李小泉伫个个人赛嘛摕到铜牌，难免互问到对奖牌的期待。不争就是争嘛，那就不要让自己有太大的压力，这样希望能够就是发挥超水准的表现这样子。10公尺空气手枪的国手吴爱文，2010公亚，迄当阵才15岁就有好表现，参加过敦俄和里约奥运，顶届亚运入去到国赛表现无较好，伊家己认为讲，较早就是戆戆啊，一直训练，面对困难靠家己，但即马无共。过去算比较封闭吧，我现在反而会去跟人家聊天，然后呢就是会听看，人家觉得我哪里不对啊，或是我哪里可以加强。年底就要满70岁的陈嘉珍，5当前生一个查某囝，早就想过要退休，这摆项亚会搁一摆来挑战25公尺的运动手枪。只是亚运因为疫情延期，伊讲这对伊来讲影响真大。其实延期1年的时候，有觉得那我这辛苦的1年到底在干嘛？因为第一次碰到，所以我觉得我没有调得很好。要拼亚运，搁要拼奥运的资格，陈嘉珍是承认讲安尼真忝，所以甲重心先放伫个亚运，家己甲每一场拢当作是上尾一场在比，希望离开赛场是无遗憾的。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南仁德成功里内面有上百只流浪狗，造成有人去互狗仔入，也有人家走家。在地乡亲是希望政府赶紧来处理。本地拍算讲要伫个仁德区86快速道路边仔的大塘造林地起流浪狗的安置所。不过即马这地目出现合法性的问题，动保处也回应讲，市政府会甲相关单位做伙来讨论。反正伫车会开狗仔看到人就直直飞。台南仁德成功里有侪民众反映社区内有上百只狗仔，实际来到遮狗仔透早拢闭起来，暗时煞结规档出来交叉住户。除了有当地人互教育，甚至嘛出现家走的问题，大人囡仔互夹到规身躯，严重送去病院。尤其那个小孩子啊，大人现在整个脚可能就将近有差不多数十个小孩子哈。已经送医了。半暝啊，阮社区的迄个住户吼，无法度人困。附近就有人家绊倒，结果嘛，住院住了很久。流浪狗的问题到今拢无法度解决，住户就向当地民代申请，经过里长、民代甲仁德公所致接。日前嘛已经邀集相关单位来看过，打算要伫咧仁德区86快速道路边仔的大塘造林地，要来设置流浪狗安置的所在。当地住户是拢真赞成，不过却传出地目无符合的问题。里长讲希望赶紧处理，莫倒撇问题。这个流浪狗赶紧掠来结扎，找一个好的场所甲安置。咱较有法度慢慢来解决这个流浪狗的代志。遐个所在是迄个都市计划内农业区，是毋是会当来做动物收容处所？这个部分因为有法令的问题，需要市府团队来合作，
来去做解决，靠法度去做设立。东宝处表示，要设流浪狗安置的所在，要考虑到在地住户的支持，地目敢有合法，另外地主嘛要同意，若拢符合，才会当来评估。目前领地者因着查地目问题也未解决，在地人就望政府会使跨部门协调跟处理。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北极圈有萨比族，这萨比的文化语言甲台语真相像，在历史上因为受到歧视，传承断着真侪困难。就是这对挪威来的萨比艺术家叫做马汉士，伊1979年捌来到兰屿，对台湾印象真深。这40多年期间，继续结合台湾原住民甲萨比文化做艺术的创作。顶礼拜马汉士也登来到台湾，目前在咧文化大学举办展览，带观众朋友来看伊故事。原住民学生登咧以家己的母语唱歌为展览开幕。文化大学现主持有一场展览，是展出萨米人艺术家马汉士的作品。马汉士伫1979年捌到兰屿，受到当地原住民热情的招待，留下真深的印象。伊伫这几年期间，甲台湾原住民的文化、甲本身萨米人的文化结合，创作了侪作品。Taiwan can give inspiration to foreigners. Then Taiwan should be happy that this is the case, because not every country you go to, you are welcome. 马汉是50年前到台湾拍的所有的照片，都把它记录下来、洗出来。然后还有这50年间，他因为来台湾以后受到了一些文化启发，带回去挪威之后再做的创作。马汉士当咧唱的是以北萨比话甲萨比人特殊的唱调所编的传统歌谣。马汉士也是长期注心咧传承甲保存萨比母语甲文化的人。Because every people and every language have the right to survive. So not being allowed to do that is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So for me, it's natural to oppose such attitude. 展览现场展出的作品有真侪款，除了摄影甲画作，阁有木板雕刻画等等。也那马汉士伫咧24日，也要阁一摆登去兰屿，找找伊几十年前到兰屿的基地。伊讲兰屿就亲像伊的第二间厝共款。记者郭文水台北报道。日本境内事实上也有少数民族，不过过去因为这强制同化政策，互因的文化渐渐消失。这几年有学者和少年辈希望把这文化传统找到回来，互少数民族的后代对家己的文化有自信。这个20几岁的少年学生穿着爱诺族的服装，伫咧学爱诺族的歌舞。因若坐伫咧研讨室内面的因，看起来就甲一般的日本少年人同款。穿外裤、T 恤、外套，因是一个叫做爱诺族文化专栏的社团的成员。发动这个专栏的札幌大学教授本田优子，伊家己有1/5的爱诺族血统，希望会当带动更加侪少年人，不管是毋是出身爱诺族，拢会当学习爱诺族在地的原住民文化。不过推动无啥顺利。そのウレシパプロジェクトを立ち上げるという時は、もう学内でものすごいバッシングがありました。もう本当にひどかったですよ。私はすごくいいともちろん確信を持っていて立ち上げようとしたんですけれども、当時はまだアイヌの問題はタブー視されていて、で近寄るんじゃないっていう空気がすごくあったんですよ。これは社会全体そうですけれども。北海道是明治维新初期的1869年，和日本中央政府来正式的版图，当时正行强迫性的同化政策，叫爱诺族也家己认为是代表民族的日本人。100多年了的之嘛，就算是社会慢慢开放，要和爱诺族伫日本社会内面甲代表民族有平权，大家拢会闪过，较无要讲。アイヌがその先導に立って日本ではそういうデモって言ったらあれですけど、そういうなんか風を巻き起こすっていうか、そういう活動ができればいいなと思ってます。同款受到强制性动画影响的，也有上难民的冲绳。自江户幕府时代，萨摩藩出兵攻打琉球王国，到明治维新了，琉球群岛伫咧1879年改名成做冲绳县，将做日本的领土。迄当阵琉球群岛流行赤青的文化，
因过因为日本本土甲赤青看作是犯罪标记，所以互法律禁止。虽然离厝大前了解禁，因过伫冲绳，大家也是较袂去讲赤青的问題。なんか私初め見た時は結構なんで自分に入ってないのかなって思ったりしたので、なんでちょっと言葉にできないんですけど、自分というか沖縄によりコネクトできるもの。平富蒙子的老爸是冲绳在地人，老母是来自本州的大户民族。伊希望借着赤青艺术，互传统会当得到流行文化，互更加侪人去思考家己是对倒来，要去倒位。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讲到这狗仔的岁数平均是10多年，报道家有一只纯正的乌犬已经活马31年，等于是咱人217岁，也是金氏世界纪录认证全世界上长岁数的狗。保庇慢慢行出门，脚步无啥在稳，伊是葡萄牙纯正乌犬，伊伫凯勒斯庄脚生长将近31冬，寿命超过公正的狗200外，可比咱人类食到217岁。伊的年纪超过29岁的澳洲牧羊犬布鲁利，创下金氏世界纪录，成做全世界上长寿的狗。普遍咱有通食遮尔久，主人讲和饮食生活有关系。O Bobby come aquilo que nós comemos, o que nós cozinhamos para nós, damos também ao Bobby. Ele não come comida processada. Bobby 的食物有马铃薯、红菜头、鱼，煮熟了无掺任何咸鲜，伊含厝内4只猫仔做伙食饭。食水拢按主人相像，伊逐工拢会去厝外走跳，从来毋捌别个教练。转来厝诶，就含猫咪佚佗。定期来甲保庇体检诶兽医师讲，保庇诶生活方式真健康，那注重养生诶狗长辈。Na parte do estilo de vida, o Bobby é grande exemplo porque não sofre com ansiedade e tem estilo de vida que todos os cães deveriam ter. 保庇出世，主人Costa接背。自细到大，Costa 的38冬的成长期，拢有保庇陪伴。对伊来讲，食老的保庇，目睭歹，行路慢顿，那就家族在世唯一的长辈。保庇因为金氏世界纪录，变做当地的出名狗。不过，伊还是继续得过伊和主人陪伴的日子。Faz os seus passeios, ainda come, tem muito apetite para comer, portanto brinca muito com os gatos que temos aqui em casa. Portanto, estou muito feliz. Acho que é cão que também está feliz e se ele está feliz, eu também estou. 公司新闻张孝坤编译。所观众朋友来看明仔天气。基隆到新竹对21度到28度，苗栗到云林对22度到30度。嘉义到屏东对23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0度到27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